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列王记第60天的共读。列王记读到越后面越不容易消化。那几个原因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历史。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真相，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连结追踪才能够知道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当中约西亚王是个好王，但是上帝依然不愿意来赦免。今天我们要从列王记下的第24章来看最后的三个王约雅敬、约雅斤还有西底家。那我们昨天有看到这个图表的上半段，讲到了约西亚死后，那他的几个儿子接替来继位。首先是约哈斯，只有在位3个月，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已夺取。那接下来呢，就是立了约雅敬。那约雅敬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建立，那他在位有11年。那我们看到约雅敬登基之后，那基本上呢，他是因为前面巴比伦打败埃及，所以约雅敬呢，就转投靠巴比伦。那又在3年后，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打败加基米施的埃及军队。同年9月6号，尼布甲尼撒正式登基。那但是在那一年当中，约雅敬呢，他要脱离巴比伦的掌控，又想要回去依靠埃及，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就是犹大人第一次的被掳。那也记载在耶利米书46章、但以理书第1章。那这当中之后呢，犹大又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4年到5年的时间，一直到约雅敬第8年，那巴比伦大军被埃及打败。所以约雅敬又认为埃及可以依靠，又想要背叛巴比伦，所以在主前599到598，尼布甲尼撒再次西征。那在598呢，那他彻底的打败埃及，让埃及出不了，不能出来。那在那之后呢，在同一年呢，约雅敬也死了。那他由约雅斤来继位，就是约雅敬的儿子西西家的孙子。那约雅斤在位只有3个月，在597的3月。那3个月又10天，就是100天。但是呢，这是犹大第二次被巴比伦来掳。那这也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今天我们会读到跟历代志下的36章。那被掳之后呢，同年西底家来继位。那他21岁，在位11年。那这一直到最后南国来灭亡。所以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今天24章，大概就是会看到从主前的608到597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个重要的战争叫加基米施。那在主前605年，也就是约雅敬在位的第4年，是一个古代近东历史的转捩点。也是当时亚述帝国崩溃。但是亚述帝国结束，其实是要制造后面更庞大的波斯帝国。但在这当中呢，是有新巴比伦时代来衔接。那埃及虽然取得它部分的控制权，但是刚才有提到巴比伦的军队呢，一路打到埃及，让埃及没有办法施展身手，所以一直受控于巴比伦。那所以在亚述的首都尼尼微，那也是被控制住。那所以在加基米施的战争的时候呢，当时不管是亚述或是埃及，我们在读约西亚，就是约西亚他就是在米基多，也就是埃及王要来帮助亚述对抗巴比伦。但是那时候的亚述大军呢，已经越来越衰弱。就算埃及来帮助，也于事无补。所以这个是在加基米施的战役当中，也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时期所发生的。那影响了这个国际、国度还有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4章。约雅敬在位的时，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侵犯犹大，约雅敬服侍伊3年，后来煞背叛伊。上主派巴比伦、叙利亚、摩押甲阿门的游击队来攻击约雅敬，佮找因攻击犹大，要甲伊毁灭。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正先知所讲的话，这事临到犹大，实在是出自上主的命令，要将犹大的人民对伊的面前赶走。这拢是因为玛拿西所犯一切的罪，伊太无辜的人，和耶路撒冷四国拢是因的罪，这个罪上主毋肯赦免。约雅敬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犹大列王书。约雅敬转去伊的列祖遐，伊的囝约雅君煞接伊做王。埃及王无搁出兵攻击外国，因为伊所管的地对埃及边界到幼发拉底河，拢互巴比伦王抢去。那约雅敬是接替他的父亲约西亚来做王那但是前面有一个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约哈斯我们昨天有看到所以约雅敬在约哈斯的后面。那因为巴比伦非常的强大，所以在约雅敬初期的时候，他是听巴比伦的话。但是我们从刚才介绍这个光谱来看，因为尼布甲尼撒王，那他曾经被埃及打败，所以约雅敬呢又要背叛巴比伦。但是这里呢，讲的是在主前605年，也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期。好，那在历代志下的36章，但以理书的第1章，可以看到被掳的人呢，包括但以理在内好，那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成就了西西家王。好，在列王记下20章，好，神告诉西西家，好，会有这些巴比伦，好，会来掳走他的后代。好，那这事情果然就发生。好，所以第3节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好，那不仅如此呢，好，还是因为马拿西所犯一切的罪，什么罪呢？好，那除了各种的偶像，好，昨天我们看到他清出来在圣殿当中这么多的偶像，还有流无辜人的血。好，那这无辜人的血呢，好，也包括先知以赛亚。好，那他是被锯子锯死好，所以上帝一直不肯赦免马拿西的罪，即便他后来有悔改。好，那但是呢，这里讲到约雅敬，与他的列祖同岁那1到4节呢，就是约雅敬，他先臣服巴比伦，后来背叛，导致巴比伦第一次来围攻，也就是第一次的被掳好，那所以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好，那就巴比伦也来到了的附庸军队。好，那这里讲到了有加勒底军队、亚兰军队、摩押军队、亚人军队、亚门人军队，好来攻击犹大。好，所以掳走了第一批人好，那在埃及呢，却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好，那在这掳走第一批，那虽然约雅敬又继续在位，有7年，6、7年的时间，但是一直到他死到他死的那一年，是巴比伦第2次来。好，那所以在第6、第7节呢，是约雅敬已经交给了约雅斤但约雅斤呢，的时候呢，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的势力又兴起所以他又把埃及法老押回埃及的边界，好让他出不了门。所以约雅敬死后呢，那这个就是巴比伦第2次的被掳。好，那约雅敬怎么死的呢？好，那没有记载好，但是我们在历代志下第36章可以看到约雅敬呢有被带去巴比伦。好，那把他带去那边。好，那有人认为是约雅敬被带去了巴比伦，好又回来，好，或是呢本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把约雅敬带去巴比伦，好，但是还没带去他就已经死了。好，那是在圣经当中，有看到这样子的
的事迹。好，但是呢，这个约雅敬死了那一年呢，好，就是约雅斤来继位。好，那也是第二次的被掳。好，那第二次的被掳呢，好，我们在列王记下后面呢，好，可以继续来看到。好，那所以埃及这时候真的已经没有办法起来。好，那巴比伦呢，好，消灭亚述之后，好，那虽然有一度短暂的衰落，好，但是马上又恢复哦。好，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约雅敬王好他会反反复复的原因。好，那要看约雅敬的反反复复呢，好，我们可以来看好好的看耶利米书。好，在耶利米书当中呢，好就可以看到约雅敬好他在耶利米书36章，好，这个耶利米的书记八路，好，在宣读上帝的话。好，那约雅敬呢，好，他还当场把这些书卷呢一页一页的割下来焚烧啊，好，拿来烤火。好，那甚至在耶利米书的22章，好，也有预言这个约雅敬王的下场，他会被埋葬，好像埋驴子一样被拖出去，被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啊。好，那也讲到他会被掳。好，所以这个是在耶利米书。好，耶利米时期呢，好，这个约雅敬没有好好利用他在位的11年。好，那也让巴比伦兴起呢。好，那到后来，好第一次好掳走。好，那这是应验希西家时代的预言。那第二次巴比伦又来，好是在约雅敬死后。好，那他的儿子约雅斤做王啊。好，那约雅斤呢？好，那他的名字也叫耶哥尼亚。好，意思是耶和华建立啊。好，那跟他的父亲的意思呢，可以说是同名，好，同样的意思。好，但是为了区分，一个叫约雅敬，一个叫约雅斤。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8节。约雅君在位的时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伊的老母叫做尼hồ西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查某囝。约雅君做上主看做歹的事，照伊老爸的所做去做。迄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人神上来耶路撒冷，围困迄个城。当伊的人神围困城的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嘛亲身上来。犹大王约雅君甲伊的老母人神将领官员拢出城，巴比伦王投降。巴比伦王将约雅君掠起来，迄时是巴比伦王继位第8年。巴比伦王阁将上主殿内甲王宫的宝物拢对遐摕去，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上主殿内的金器拢拔落来，拄照上主所讲的话。伊将耶路撒冷的人民进首领，甲所有强兵的勇士共10000人，连所有做目师傅甲拍铁师傅嘛拢掠去，只有留国内上送香的人。伊将约雅君甲伊的老母，并非官员国内的贵族，拢对耶路撒冷掠到巴比伦。伊阁将7000个为交战的勇士，以及1000个做目师傅甲拍铁师傅，拢掠去巴比伦。巴比伦王设立约雅君的阿侄马他尼，煞接做王，甲马他尼换名做西底家。好，那约雅敬死后，好，他的儿子好接替他来当王。好，那是18岁。那在历代志下36章写他是8岁。好，不过学者认为好历代志是抄写错误，好应该是18岁才对啊。好，那但是约雅斤只有3个月，好，但是3个月当中呢，好却遭遇了第2次被掳。好，所以在第10节，好，那就是第2次被掳的情形是尼布甲尼撒，哦，他已经成为巴比伦的王。而且呢，他亲自来到了耶路撒冷，好，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他们已经有打败耶路撒冷的经验了，好，即便耶路撒冷好是位在高处又有城墙，好，但是他们已经好知道怎么样予取予求。好，这事情是在主前的597年，好，犹太历的3月16号啊。好，那第一批被掳是但以理。好，那第2批被掳呢，我们从以西结书第1章，还有以斯拉记的第2章，好，知道先知以西结，好，就是第2批被掳。
还有呢这个以斯帖好，他的堂哥末底改也是第二批被掳好的这一些名单当中啊。好，那所以在约雅斤好，他无计可施。好，所以呢，他呢，连同他的母亲，好，那也就是约雅敬的太太，好，那整个犹大的臣仆、王子、官员都向巴比伦投降。好，所以约雅敬呢，好是大卫的第19代，好，大卫第19代，好，那大卫的第20代呢，好就没有继续做王了。好，那约雅斤被掳走呢，好，那谁来接着做王呢？这里就是提到是西底家，好，那他的原来名字叫马探雅，马探雅指的是耶和华的礼物，或是耶和华给予哦。好，但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好，把这个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好，那他是约雅金的阿贝哦。好，那就是跟约雅敬还有约哈斯，好，都是约西亚的儿子，而且呢，西底家的年纪呢，甚至比约哈斯、比约雅敬都还要大，好，他可能是排行第二或是第三，好，约西亚排行第二或第三的儿子哦。好，那所以我们看约雅敬，好，从这图表来看，好，约哈斯，好，他先被掳，好，先被带到叙利亚，后来被带去埃及，死于埃及。好，接下来是他的弟弟约雅敬，好，同父异母。好，那约雅敬11年当中呢，好，他本来叫以利亚敬，好，但是他先臣服又背叛，好，所以背叛之后呢，就带来第一次的被掳。好，第一次被掳之后呢，他又听话几年，后来呢又想要投靠埃及，好，所以这个约雅敬呢，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真的会被他气死。好，这个反反复复的个性，好，那后来巴比伦又来，好，来的时候呢，还来不及打他，约雅敬就死了，好，死因不明，好，但是他的儿子约雅金，好，那就或叫耶哥尼亚。好，那就是耶和华建立，好，那他就面临第二次的被掳，好，在短短的3个月当中，好，但是约雅金我们在明天好会看到，好，约雅金反而呢到晚年的时候呢，好，他还能够继续存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讲到的西底家，好18节，西底家在位的时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伊的老母叫做哈姆他，是利拿人亚利米的查某囝。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照约雅敬的所做去做。耶路撒冷甲犹大发生这的事，是因为上主发受气，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好，那前面有提到第二次被掳的原因呢，好，也就是应验上帝的话。好，那上帝的话呢，好，在21章，好，提到说他要把耶路撒冷像擦盘子一样，好，倾覆翻过来。好，那指的就是第二次被掳。好，那第一次被掳是对西西家所说的，好，是在20章列王记下20章17节，好，你的后代会被带到巴比伦。好，那第三次呢，在西底家。好，那第三次的被掳呢，好，是在约西亚王。好，神呢，好，这是在我们昨天读的23章，神说他把犹大赶出去，好，要撇弃好这城，还有这圣殿呢。好，所以第三次被掳好也成就。好，但是第三次被掳呢，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好我们明天才会看到。好，但是我们看到西底家，好，他也是一个没有好好利用他11年。好，他登基的时候已经11岁了。好，那他的母亲哈木他就是约哈斯的同母啊。好，所以这个西底家不晓得什么原因没有先做王。好，他的弟弟好约哈斯反而先做王。好，但是呢，在约雅敬、约雅金相继被掳之后呢，好，西底家又出来做王。好，那但是西底家呢，好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历代之下可以看到，那他一样不归向神，好，那也犯罪，好效法列国，好玷污耶路撒冷的圣殿，
好，那甚至神差遣使者去警告西底家，好，他们却嘲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话。西底家跟耶利米好也有甚至见面对话，好，但是西底家呢不为所动啊，好，他的这个心的刚硬啊，好，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好，甚至一直到一个无法可救、无药可医的地步，所以神就让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杀了他们，把他们掳去啊，好，一直掳到巴比伦，直到满了70年为止，好，到波斯帝国兴起啊，好呀，这个巴比伦帝国结束，波斯帝国兴起，好，所以西底家啊，原来叫马探雅。好，那但是呢，他的下场呢，是他众子被杀，双眼被挖，好，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好，我们明天会在列王记的最后一章，好，来看到这些的记载。所以3次的被掳，好，那第一次是在主前605年，好，是这个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主前597年，好，就在约雅敬死的那一年，好，那他的儿子约雅斤起来在位。那第3次被掳呢，好，我们明天会看到是在主前587到586，是西底家在位的时候。那这一次呢，好，是上帝好的预告预言，要把他的百姓彻底的赶出去哦。今天的金句在24章的第4节，以台不高的人和亚罗撒冷四鬼拢是因的会，这个罪上主唔肯下面。我们看到马拿西所做的罪恶，好，这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高利贷，好，欠债要好血债血还。马拿西当年流了无辜人的血，好，甚至把偶像搬进圣所圣殿的罪呢，是一个属灵的高利贷。经过了几十年，好的宽严警告，但是神公义的天平，好，神说他仍不愿意赦免了，历史的代价终必被追讨，自父及子，直到3、4代。而我们也看到西底家，好，他看到自己的2个弟弟，好，约哈斯、约雅敬被废被杀，也看到他的侄子约雅金被掳去巴比伦，也看到整个城里面的金银圣殿的金器被洗劫一空，但是西底家却为何没有汲取这么多血淋淋的教训呢？这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让我们看见，当人心中没有真理，他仍然没有办法悔改，看见教训和亮光。好，那我们也感谢主耶稣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债，好，让我们不用血债血还，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好，他的牺牲，还有他的赦免的救赎，好，让我们能够不在上帝公义的愤怒底下，而是能够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若不是主耶稣，我们可能都要自己来面对这些的审判，如同这几个王。但是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你的公义、信实、慈爱、怜悯是不改变。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救恩当中，明白我们都是耶稣基督重价所赎回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来荣耀神的，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活。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也谢谢拯救我们的主耶稣，也恳求圣灵保惠师不断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